虎牙 Bano 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所以各种大自然的生态都受到了最好的保存。当地的土著也扮演着守护者的角色，并提供向导服务，把这个神秘并且富饶的亚马逊介绍给大家。哇！亞馬遜野果，哇！超酸，好似好多維他命咁啊！聽佢哋講咧，呢啲佢哋土族咧就喺度冇水飲嗰陣時，去摘啲野果食嘅，充飢啊，口渴啊！